2025年全新推出嘅 LEGO Education Science 延伸學習方案登陸香港啦，為來年香港小學推行科學科帶嚟創新嘅動力。專科作為 LEGO Education 官方授權合作伙伴，領先引入國際教學嘅內容，推動超過120個探究活動課程，用 LEGO 邊玩邊探究，更能夠培養溝通能力、創意、解難等21世紀嘅技能。課程由 LEGO Education 嘅資深課程發展導師開發，同全球多個國家推行，配對小1至小6嘅課題，緊扣課程指引，有效提升學生嘅科學探究技能。課程符合國際 NGSS 嘅標準，從學科嘅核心知識、科學應用實踐以及跨學科共通概念3大方向，系統化地引導學生進行探究同埋學習，如何有邏輯咁樣表達自己嘅想法。LEGO Education Science 結合5E 探究式教學法，從引發興趣到深度評估，提供完整嘅學習資格。同時，每一節活動均精心設計喺35分鐘內嘅課時內完成。用 LEGO 進行科學探究，絕對係100分㗎！學習嘅時候不忘創作，為每個學生建立個人化嘅深刻回憶。LEGO Education Science 更可以配合專科自家嘅 AI 平台進行教學，除咗提供全面嘅教案，平台嘅探究活動導航都可以引領學生運用多元化嘅方法進行探究，便利課堂管理之餘，亦都能夠輕鬆出成評估報告。LEGO Education Science 套件為高持續性嘅學習教具，共有3款科探套件，為唔同年齡層嘅學生設計，仲可以供跨年級共同使用，可以節省活動嘅消耗品成本以及採購時間。專科同埋 LEGO Education 仲會為老師準備一系列嘅延展服務，當中包括官方認證嘅教師培訓，而且可以為學校籌辦全級探究活動嘅聯合比賽，以及一啲課後活動，可以激發學生嘅潛能，令到科學可以走出課室。